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1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远避得罪上帝的事。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10章14到22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；不能参加主的宴席，又参加鬼的宴席。哥林多前书10章21节。这段经文的摘要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借鉴。首先谈到他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对圣餐的仪式不是没有意义，乃是一同有份于主耶稣基督的血跟身体，所以提醒他们不应该喝主的杯，又要喝鬼的杯。台语有一句俗话说：有拜有保庇，无拜惊出代志。这是一般人的信念，希望透过敬拜各路神明而得到保佑。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信徒，引用他们的祖先所经历的历史作为借鉴，提醒他们要远避得罪上帝的生活，逃避拜偶像的事。似乎保罗在提醒前面一段事例当中所提到的贪恋、吃喝、行奸淫、试探主、发怨言等罪行，大都跟拜偶像有关，且起因于拜偶像。哥林多这个新的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罗马的退役军人，还有被释放的自由奴隶。哥林多这个城市位于交通的枢纽，港口有从各地来的船只停泊，过往的旅客非常多，有卖手工艺的和其他的工商业产品，就成为哥林多的经济主流。那从各地来哥林多寻求机会的人，就是看中它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地方，所以许多的人在那里运用各样的方式摆脱社会底层的身份，因此竞争比较，投靠各种党派，让人可以追求成就和富裕，成为哥林多当时候社会的价值观。哥林多城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，是从人类受情欲控制的镜像。不仅在卫城山上的爱琴神艾弗代蒂神庙，庙里有上千美称为女祭司的庙里的妓女。那山下新城的街道上也有公开揽客的妓女。毕竟山上爱琴神庙的面积再大，也容不下上千的庙妓，其中不少得下山开馆营业，并训练年轻的女子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候的拜偶像与淫乱是连结在一起的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基督徒，有多少人能够完全洁身自爱？有多少人能够把灵魂的窗户紧闭的不让这些诱惑进入呢？明白了这一点，就可以看出保罗苦口婆心来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，直接明白的告诉他们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恋童的、亲男色的，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所以你们要逃避淫行，对付试探能够逃避的应当逃避，而不能够逃避的就要拒绝。对当时哥林多信徒所处的环境来说，被邀请赴鬼的宴席，就是拜偶像及若干有关拜偶像的事情，是颇难应付的试探。那么保罗他提醒信徒不要轻忽他的劝勉，要留心听他所说的话。在今天这个网络资讯发达的时代，网络充满了各样的诱惑，
我们是否能逃避这些诱惑，不落入情欲的网罗中？保罗当时提醒哥林多信徒不要轻忽他的劝勉，要留心他的话语。他所说的话好像也在对我们这个世代来提醒。我们来思想，面对这样世代种种的诱惑，你觉得有把握能不受诱惑吗？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这一些的罪恶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你胜过魔鬼的试探，求你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周遭的试探、诱惑，远离这世代种种的诱惑，并且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